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咯，飛騰出去佔先，華美之威係第2位啊，風起雲湧外邊第3、第4啊內欄呢，仲有綠色好勁啊，中間第5粉紅眼罩智勇名區啦，外邊推進嘅馬呢，有呢隻論文勁爽啊，內欄尾5呢，咁啊等緊位喎，你知我得，中間青春力量啊，外邊啊天天得樂，後邊兩隻藍眼罩尾以魔法速遞包咗落尾非凡豪傑啊，最後300厘米飛騰追呢就佔先啊，內欄綠色好勁上緊嚟啊，中間你知我得魔法速遞啊，最出嗰邊有論文啦，最外邊呢仲有兩隻㗎，天天得樂同埋非凡豪傑，最後100米到論文透出啊，外邊追上嚟㗎嘛，有非凡豪傑，入邊有魔法速遞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近啊，論文呢就一路佔先啊。